要互咱会当安怎知影因果也好，即个啥呢？佮交即个咱的命运也好，所以命运要改变，对咱的心性改变，但是咱的心念足重要的所以呢，心念若无好，规身躯拢病，真正规身躯拢病。你的心念若是家调节落好，其实人拢会当足健康的，拢会当足健康的这个或许一定会经历过足侪项代志，所以佛法家起来安尼讲，因为最近佛法嘛发现我已经阁有改变一下，因为我的目睭以前无挂墨镜时，看外口是看袂出去，但是最近呢，很幸运，天火慈悲老师加持，我的目睭真会使唔免挂目镜、挂墨镜而且修持的。以前是无法度的，是拢安尼黑黑所以这个都是有因缘所以呢，佛法今仔日就是要叫咱各位先生分享。忽然回头，知影求道的好处，修行的好处，应该爱改变心念，自然会当改变命运。那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？好。好。